喺開始之前咧，有啲同學仔如果想睇完整版本，因為咧我哋有個4月14號可能有個嘅完整版本嘅貼題班嘅。咁如果你想睇完整版本咧，歡迎喺呢個 post 喺個 comment 區嗰度有嘅，咁就留低你嘅名，即係 tag 3個同學仔啦。咁喺幫我 share post 啦，呢度寫咗嗰個嘅報名方法㗎啦，follow 咗我哋嗰個 IG page，跟住 like comment share 咁樣，咁就係可以跟住 cap 圖 send 俾我個電話嗰度，咁就可以有完整版本可以睇到噶啦。係啦，所以呢一個係啦，咁所以如果論個重要性嚟講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呢一度咧當然貼題係只供參考啦。咁係啦，貼題嘅只供參考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就係啦，咁但係有啲 point 咧係特別需要大家要温熟嘅。咁因為咧嗱，如果論兩周之報嘅話咧，兩周呢一部分咧曾經喺12、12、16、19、20、22、24出題。換言之，今年係大機會出題嘅，尤其是兩周喺19同20年曾經出過必答，你好耐都冇出過必答啦。咁所以情況之下，我都覺得啦，其實咧今年其實都應該係會有一部分就可能會問你中法制度、禮樂制度啊，即係呢一 part，我覺得嗱，即係如果嗰次出必答題嘅話，地圖一定要識啦，地圖係咪？即係地圖通常係課嚟到如何處理因相違盟嘅問題，因相違盟係咪？因相違盟問題，同埋點樣向東擴展？因為嗰陣時周人勢偏於西面，嗰陣時對東面完全控制唔到，咁所以結果曾經周武王第一次封建嗰陣時分封咗周公旦於魯、呂尚於呂，同埋趙公息於燕，咁但係都未去到好東面㗎。咁而且佢為咗懷有因相違盟嗰陣時，分封咗紂王之子武根於殷，亦都分封咗呢一個嘅三監嚟到監視因相違盟。但好可惜，因為最後發生咗三監之亂，喺成王年幼即位嗰陣時，管叔不服呢一個嘅周公旦攝政嘅情況，曾經造反，聯同武根，結果就有三監之亂。結果亂平之後進行第二次封建。咁第二次封建嘅情況之下，兩個地圖都一定要温熟噶啦，冇得走噶啦，因為佢通常如果大家有睇過past paper 嘅話，14年曾經出過兩州封建做呢一個嘅地圖，19年都曾經出過兩州封建做地圖，22同24年都出過兩州封建做地圖，呢度有6，呢度有7年，中咗4年，咁所以都冇得走嘅。周初封建好中意出地圖啊，咁所以就要知道地圖位置。第一點樣處理因相違盟問題，點樣嚟到向東擴展。第二就係話你嗰啲嘅即係點樣嚟到禮樂制度，點樣規範咗呢一個嘅貴族同埋呢一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嗰個情況。中法制度強調的長子繼承，點樣嚟到免除繼承權嘅爭執，咁呢啲其實係要識嘅。咁樣呢個係第一部分兩州之報啦。秦漢咧今年咧就應該唔係太重點嘅，你都得一粒星啦咁樣啦。因為咁樣講啦，出咗題唔緊要噶，都預咗一定會翻炒，冇可能唔翻炒。我覺得今年係冇可能唔翻炒嘅，冇可能。不過原則一個嘅啫，只要唔出必答題，咁就乜都 OK 噶啦。秦始皇應該就唔會出必答噶啦，因為上年出咗，咁所以上年都出咗漢武帝專餘嘅原因。咁但係我咧就成日會認住，因為今年秦漢一定有題啦，因為其實大家都好容易嚟到 predict 㗎。兩州出一題，安史出一，安史呢題其實都服服地添嗰度，點解唔會？因為考評局都知全城攻安史，全城攻兩州，兩題一定冇可能咁順攤，一必答一選答，一定有一題玩嘢。所以我覺得比較擔心嗰樣嘢就係因為佢會覺得。上年秦始皇、漢武帝曾經出過題目，同學可能唔温啦。咁就如頭先所講啦，上年出咗秦始皇做必答，咁今年應該比較少機會啦。咁所以我哋見到我咧就會叫大家可能温下中央集權部分，即係包括呢一個嘅三公九卿制，漢武帝嘅三公九卿制啦，同即係削上權啊。以平民公孫為迷相，加強丞相對皇帝嘅服從性，治內朝，內朝掌決策權，外朝丞相得返執行權，係咪？咁同埋地方政制就係州呢個郡縣二級制，郡縣制，上次州做監察區，
長官叫刺史，係咪呢個刺史咁樣啦？咁係啦，咁有機會問嘅新經濟政策上年都冇問過，所以今年都有機會問。咁所以呢兩 part 係有機會嘅。咁我擺4粒星啦，咁樣其實記同我溫嘅。唔好唔溫，因為其實都驚啊，即係大家 DSE 一次啫，即係除非你 retake 啦，咁你 try take 都有3次嘅，咁但係應該都唔會想咁樣係咪？咁所以就我建議溫埋項目第溫呢2部分啦，而且今年嘅重心應該黃網散項噶啦，應該係。不過我唔知咧，因為其實考評局咧其實出黃網散項得2年出過㗎咋，第一年係2015，第2024。咁佢好耐冇出過，其實好耐冇出啊，所以咧我都唔知黃網出唔出，不過我驚佢出必答啫。其實我最驚佢出必答啫，其實我最驚佢。咁所以會建議你你再溫埋佢啦。咁我驚佢出必答，我驚佢。咁係啦，東漢咧就係18年同14年出過，18年同2024年都係咁樣，係啦。咁都係好耐冇出，都唔係好耐冇出嘅，上年冇出啦，上年有出。咁所以我就會建議同學就最好溫一溫呢部分，所以擺咗5粒星喺度嘅。咁佢最賤格嘅出法就係咧，兩周出選答，安史出選答，宋明出選答，兩項咧就出必答，最賤係咁樣。所以咧唔好唔溫黃網，黃網都要溫嘅，東漢都要溫嘅。仲有溫下啦，咁樣啦，係啦。遲啲我會開 YouTube Live 同大家嚟到溫下書呢一方面嘅，咁樣啦，係啦。魏晉我應該唔會出啦，有上年2025我出過啦，咁所以正常咧佢係單數年份出嘅題都唔會出嘅。開皇盛世上年咧都其實都勉強出咗少少，因為佢問貞觀盛世係時勢所出現定係個人力所導致。咁不過我覺得應該唔會出，有個重心擺安史，所以擺1粒星就算啦。但係咧同學最好咧就因為咧安史之亂咧今年係大，即係真係超大，今年真係因為咧佢13、15、17、19、21嗱，如果逢親單數年份啦，跟住2023原本係大二，但係佢冇出題，2024出咗必答，佢都好經常出必答嘅喎，因為2021年出咗必答，深寫咗呢個必答係啦，跟住17年又出咗必答，出咗3年必答都其實都係必答嘅常客。不過我覺得今年應該少機啩，應該唔會出啦，應該係咪？即係我覺得應該呢個但係我覺得選答題出啦。不過我覺得係大家考過中文啦，係咪？唔知喎，中文好似連續大熱咗好多年嘅青玉案都冇出啊嘛，係咪？我唔知啦，想你哋睇之後冇點研究。咁但係安史之亂咧預咗呢題咧就可能會玩嘢嘅。咁就當然啦，好人嘅就出一題俾你，或者佢有機會出延造㗎。延長國造嘅原因，包括大家知唐室採取聯煤礦土政策，包括藩鎮點樣互相制衡，包括經濟方面嗰陣時用兩稅制等等呢啲咁樣點樣嚟到復甦唐室經濟嗰啲咁樣。因為佢經常考問咧就係前面呢部分，呢個係經常考嘅。佢真係年年差唔多考，13年有13年冇，15年有考，19年有考，最近呢3年都成日考呢個。咁我唔知今年會唔會再一齊考呢個啦，不過真係瘋狂考呢個。咁但係我覺得今年如果佢假設捉下你貼題，可能會 mix 呢度，或者甚或乎同埋宋代一齊出，所以擺咗5粒星㗎。安史同宋，因為你知道呢一個嘅即係安史亂後嘅政局，就係宋代中央集權嘅背景嚟㗎嘛。宋代嗰陣時行咗強中央弱地方削上權，係咪？因為以前有世襲有留後嘅問題，所以而家佢設咗知州地方行政長官叫知州3年一調任。佢有呢一個嘅通判限制，係咪？跟住通判由京官出印啦，所有知州文件必須交俾通判庫處方能下行，以限制知州權力啦。跟住佢對上有4監司啦，設15路，有稅曹欠倉嚟到負責監察住個知州。制期前局設轉運使，地方政府除咗必要開支之外，全部都要上繳賦稅俾中央，使地方無餘財。收期徵兵，以地方呢個即係
節度使來朝即遷他處，或者京師遙領其職，使其調離原有地盤，以文人知軍事，出替離任嘅節度使。跟住再加上就係呢一個嘅即係以地方行政長、地方嗰支軍隊叫即係湘軍，負責地方力役；中央之軍隊叫禁軍，負責宿衛京師。呢啲要識嘅咁樣啦。相權部分啦，而且仲有相權部分啦，係咪？中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樞密院，有三司使，戶部度之嚴貼，宰相自官行政，他事不得於民。咁所以呢 part 係要識嘅。咁樣啦，明代都可以話係重點啦。而明代因為明代咧，其實我其實都建議大家一定溫熟宋元明清。宋元明清咧係我教咗咁多年以嚟咧，或者其實 DSE，因為佢知道大家係好驚宋元明清啊，佢點玩都唔會玩宋元明清噶。佢有時甚至乎顛到係宋元明清出2題或者1題半添㗎咁樣啦。因為明代出題嘅年份咧就係12年、14年、16年、16年、18年、20年、22年、24年係冇缺席過一年㗎。因為23年其實出過少少㗎，23年其實出過啲填充題，不過我就唔覺得嗰啲填充題係一個填充題啦。咁所以我就算啦，由佢啦，因為佢唔好着重咁問。咁但係明代一定要溫熟嘅，呢度一定要，因為永不缺席啊！佢點玩都唔會玩呢部分啊！咁所以咧就係啦，其實見6粒星添，其實建議係咁樣啦，所以就係啦，最好溫熟佢啦呢一部分係啦咁樣啦，即係廢上洪武13年胡惟庸謀反，太祖廢中書省，升六伯為正二品官，即係啦等等咁樣，咁呢啲最好溫咗佢啦咁樣啦。咁係啦，下面清初民族啦、清代集權嗰啲可以唔使點溫㗎。好，喺條片完結之前，歡迎 like、share、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咁樣，並且喺留言區度 tag 3個人咁同 share 呢個 story 嘅話咧，咁就可以嚟到睇完整版本㗎啦。拜拜。